OK，2003年第50條題目就話 The figure shows a circle with diameter AD，即係 AD 係直徑啦。咁然後 AB 等於 BC 等於 CD，咁就要你揾 X 加 Y 加 Z。咁因為 equal chord，所以呢 equal arc，所以其實 AB、BC 同埋 CD 呢三條 arc嘅長度係一樣嘅。咁然後就係 angle at circumference 係 proportional to arc length 啦。咁所以呢，呢三隻角都係一樣。咁我哋假設佢係 theta。咁然後啦，因為 AD 係 diameter，咁所以呢，對住 diameter 嗰隻角就係直角。咁所以 theta 等於30度。咁同一時間呢一隻角其實都等於90度。咁因為30度對嘅 arc 係1分，咁所以90度對嘅 arc就係3分。咁所以呢一隻角對緊嘅就係4分。咁佢就係4 theta。咁然後因為一個 theta 等於30度，咁所以呢，呢一隻角等於120度。然後最後啦，五邊形內角總和係180度乘3，即係540度。咁540度就等於 x 加 y 加 2z 加120再加90度。咁所以最後 x 加 y 加 2z 就等於330度。咁所以呢，答案就係 C 啦。